新竹科学园区内面的阿东气体公司初步发生工业气体漏泄事件，这白色的珍珠岩鹰也是对着新竹风一直迎飞，附近3公里以内的车路甲人家厝全部拢是被铺规片。当地村民甲民意代表今仔日也去到县政府定情。宝山乡大基村路面顶白雪雪，用手机网全营业，民众种的菜甲停在路边的车顶，嘛是白色一点一点。阿东气体放珍珠盐粉的底座，车尾因为时间无细腻，造成泄漏。公司随派水车来护水清理现场，都是蒙上一层白色的粉尘，然后那时候觉得说呼吸有刺痛的感觉，然后眼睛就感觉很像有风沙飞进去，会蛮不舒服的感觉。这样，随着有2位被受害民众来到县政府抗议发生意外的时阵，通报机制无合规定，嘛要求厂商爱搁再检测，才会使点放。是希望县府能够成立单一的窗口来协助这个居民不管是未来，特别是现在受损的状况。第二个应该是健康的监测，请厂商以后发生此类的事件的时候，应该在第一时间点要通知竹科管理局。那我们会在第一个时间通知附近的一个村里长或是相关的一个相关单位，让他们了解到这个事件。火山岩它是一个天然的矿物质，它本身并没有毒害，但是因为粉尘的飘散，它造成民众的这个疑虑跟恐慌，我们公司表达非常深的这个歉意。县政府要求厂商除了清理环境，该提出完整的调查报告。立委也要求检讨相关的通报机制，以免后摆发生意外，造成民众不安。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